由奧斯陸火車站到機場只需要20分鐘。我一早嚟到呢，就係睇下揾唔揾到呢3隻杯仔，加埋呢一隻你就集齊3大城市㗎啦。返到火車站，我揀咗呢一間 coffee shop， 買咗2個麵包。由於佢賣相吸引，而且價錢都相對實惠㗎。原本呢，我係計劃下晝2點鐘先出發嘅，但係由於今日天氣唔係咁好，而且10點鐘有班車，我就決定改由10點鐘出發。我今日去嘅地方叫 Trondheim， 由 Oslo 先有火車直接可以去到。由 Oslo 出發，全程大約要8個小時，大約1個半小時之前，我已經轉咗第一次車啦。而家呢，係一程小火車嚟嘅，雖然佢都有分頭等同二等，但係其實座位嘅分別不大，而且係非常之悶，所以記得一定要訂位先可以上到呢一架火車㗎。如果大家好似我係冬天出發，記得坐早上嘅車先可以欣賞到沿途嘅風景。如果大家有帶大型行李，就記得早啲上車啦。喺下晝大約3點40分呢，會停喺一個站叫 Røros， 而喺呢度呢，我哋會停10分鐘，俾我哋出去買下嘢食或者休息一陣。火車站嘅設施係好簡單，有一間小型嘅便利店、洗手間，隔離就係停車場。而我喺火車上邊認識嘅一對挪威夫婦呢，仲特登跑去市中心睇一睇，因為佢話俾我聽，呢個城市係被挪威人稱為最美麗城市之一。佢除咗係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嘅小鎮，仲係保存得最多17世紀建築，同時擁有一個400年嘅礦場。大約下晝6點半呢，我就到咗 Trondheim， 而喺火車上面認識嘅一對挪威夫婦介紹咗一間意大利餐廳，我哋仲一齊食咗一個晚餐。而旁邊呢，佢有一個大型嘅 concert hall， 同時下邊呢有一個 information centre。由於呢而家都未到晚上8點，而我嘅火車呢係今晚11點先開，所以呢我就喺市內四圍行下啦。呢度已經係好旺嘅地方嚟㗎啦，俾佢傾啦。而家就去緊超市場，因為我話火車要11點，咁買少少嘢飲。我覺得佢呢度嘅牌子啦 ，Weekdays 咧都係呢度一個比較平價嘅牌子。行咗一陣呢，我就準備返返去我之前嘅意大利餐廳飲一杯咖啡。佢哋好好人啊，幫我一直 keep 住個行李。由於我係同一對夫婦食晚飯，所以我唔好意思影相。呢間係我覺得非常值得推介嘅 pizza 店，佢喺 Google Map 都有4.7分㗎。其實喺幾日之後，我又返嚟呢一個小鎮，今次就可以睇到佢朝頭早嘅景色。Trondheim 其實喺維京時期係挪威嘅首都，而而家佢最出名呢係教育，而佢喺2024年之前都穩守挪威第3大城市。而我發現其中一間 cafe 呢，係我覺得非常值得推介俾大家，而且裏面亦都有我好中意嘅 vintage item。
喺呢度尋寶呢，你真係覺得時間非常之唔夠。我呢就逗留咗4個鐘頭，嗌咗2杯嘢飲，其中1杯朱古力特飲係我非常之中意㗎，而且呢度嘅 staff 都好 nice， 希望有機會我會再返嚟啦。Trondheim 雖然係一個好細嘅城市，但係佢比起 Bergen 更加淳樸，更加寧靜。佢對開已經係一個峽谷，被一條小運河包圍住。呢一個城市充滿住驚喜，希望我夏天可以嚟多一次。而家係11:04嘅火車，咁你見到呢，基本上所有嘢都閂晒啦。我想食嘢啦，咁而家就的一個便利店。仲有5分鐘就開車啦。今晚呢係我第一次搭長途夜車，而且選咗一個臥鋪，希望一切順利。我瞓醒就會喺另一個城市啦。如果想繼續追蹤我嘅行程，記得訂閱我呢個 channel。下集見，拜拜。